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人们最先开始学的往往都是一些最常用的礼貌用语。本期跟我学藏语节目，我们就教给大家您好、谢谢等礼貌用语。您的钥匙掉了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开能马的，开能马的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欢迎您收看由西藏卫视全新打造的语言学习节目《跟我学藏语》，我是主持人桑杰多吉，我是主持人张一丹。近年来，随着到西藏旅游的人越来越多，藏语热也悄然兴起，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藏文化。我们推出这样一档学藏语的节目，目的是服务于在西藏工作、生活以及来西藏旅游的广大朋友们，当然还有那些对藏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观众朋友。藏语呢主要分为3大类，有拉萨方言、康巴方言，还有安多方言。对，在我们的节目中呢，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拉萨方言。我们教给大家的藏语，在平时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词句，在以后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也会根据广大观众的需求来选择教学的内容，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学到自己感兴趣的词句。我们的节目呢是采用演播式教学，加上情景剧短片的形式，希望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的学习藏语。那么第一期节目我们要教给大家哪些词句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短片。溜溜的城，帕玛山上。你们啥说？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藏语。哦，公看上，您的钥匙掉了。哦，谢谢。开能马的，开能马的。哦，不客气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老奶奶，我们2个扶你过马路。突击器啊！这块车子太多了。不客气。不客气的，老奶奶。今天呢，我们学习的重点有4句话。第一句话呢，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用的“您好”。那桑姐，这个“您好”用藏语应该怎么来说呢？您好是公康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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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念几遍。您好，公康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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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学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“您好”。这句话呢，在我们认识新朋友和见到老朋友的时候打招呼都会用到它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再来看看短片，看看短片中的藏族小伙是如何使用公康姆桑的呢？你们啥说？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藏语。哦，公看上，您的钥匙掉了。哦，谢谢。我们学习的第2句话是谢谢突击切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念几遍。谢谢突击切，谢谢突击切，谢谢突击切，谢谢突击切。这句话呢，在我们生活中也是非常常用的。在收到他人的帮助之后，我们一般都会说这句话来表示感谢。比如说，桑杰，我很谢谢你教我说藏语，所以我会对你说突击切。你看这个发音是正确的吗？对啊，突击切重音放在兔上面。重音在兔就是突击切。突击切。突击切。对。哇，学会了一个新词儿，感觉好有成就感呀！我们赶快再来看一下短片，来巩固一下突击切的发音。老奶奶，我们2个扶你过马路。突击器啊！今天学习的第3句话是不客气。那么这个不客气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？我们请桑杰来教一下大家。好啊，大家跟着我来念几遍。
不客气，괜는 게 말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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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呢，我用突击切表达了对桑杰的感谢。那么桑杰，现在你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不客气来回应我呢？可以啊，我们先可以演示一下。桑杰突击切괜는 게 말이。那我们再交换一下呢？好的。突击切。괜는 게 말이。对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的，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我们再来看一看短片，回顾一下。光地名啥子？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藏语。哦，公看长，您的钥匙掉了。哦，谢谢。괜는 말이。哦，不客气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这期节目我们要学习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，结死结勇。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一下。再见，结死结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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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桑姐，我记得刚才片子里的老奶奶她在说再见的时候，她说的是配偶，而不是你说的结束结勇。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？是这样子的，配偶跟结束结勇都有再见的意思，但是结束结勇是比较正式的说法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教学以结束结勇为主。当然，配偶也可以使用的。其实啊，这就是相当于咱们汉语中的同义词。看来啊，这藏语中要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。我们再来看一看短片。不客气的，老奶奶。今天我们教给大家的就是这4句话。伊达，你掌握的怎么样呢？我感觉自己掌握的马马虎虎的，还需要回来多练习一下。好的，让我们完整的看一遍短片，复习一下这4句话。来看一看。溜溜的城，跑马山上。光地名啥子？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藏语。哦，公看长，您的钥匙掉了。哦，谢谢。괜는 말이。哦，不客气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老奶奶，我们两个陪你过马路。突击器啊！这块车子太多了。不客气的，老奶奶。今天教给大家的4句话呢都不算太难，但是呢，语言学习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，我也会担心回去睡上一觉啊，明天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所以大家要跟我一起努力，在生活中多学多用，把这几句话牢固掌握。是的，这4句话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经常用到的，只有把它们掌握好，我们才能更好的进行接下来的学习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在下期的节目中，我们会继续教大家一些最常用的问候语，希望您准时收看。最后呢，别忘了我们的口号，跟我学藏语，轻松生活行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结束结勇。下期跟我学藏语节目教给大家常用的3种见面问候语，敬请收看。没去吃饭啊？这。